专心一点，然后二目手全就不理他。结果那个医生在旁边，他的眼神就是那种，我想你不准备一下，我要动手术了呢。然后后学就一手全关。结果那个医生看后学不理他，他就怎么样，一样把这个纱布撕开，然后开始换药。然后换完药，他再盖回去。各位请起来，你们猜猜看，后学在手学他换药，这样会不会痛？有的人说不会痛，说不会的，等一下下课大家叫他手旋去打，大家打他说，你手旋了，我打你，看会不会痛？会呀、怎么不会痛？会谢谢。手旋是叫你分清楚什么叫真主人，不是叫你没有感觉当木头人。这样了解吗？那时候后学手旋得一个感应，跟各位先生分享。后学手旋的时候那个肉体的这种痛，感受的清清楚楚，那种痛跟之前换药一模一样，后学清清楚楚。可是之前那种痛是拼命出力的，一直出力，有的时候忍到受不了，就是晕过去，要不然就出力出到过度了，然后抽筋。大概是这两种结果。那一次后学不是用的，后学放下，放下还是有感觉的，不要以为说，我放得下就那种什么都不要追求了，事业不要做，家庭也不要过，不是这样的。放下只是叫你认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比例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后学手学，结果感觉虽然自己还被动手术，那种心态的感觉很像后学浮到那个身体外面看自己被人家动手术，然后看恐怖电影，原来这么可怕。然后换药，然后换完药，平常他换药那个血多的话4000cc就是身体一半的血要换掉，那个都提一桶，有的时候要2大桶的血提出去。结果那一次换药，那个血流不到这样一小杯，所以等于没流什么血。所以各位先生，这个也很有道理。各位先生有空自己体悟。然后当然不是说隔一下体悟而是说自己要去体悟真假肉体的感觉是会骗我们的。然后那换完药之后，医生问后学，分享你不会痛吗？后学跟他讲，痛当然是会痛，不过我没有去责。这个是真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玄关叫做正窍，有没有？生命的后学确实体悟到了，这个确实是怎么样？这个名师一指点的书生，生命从这边，它确实可以解脱我们身体的这种痛苦、烦恼、障碍。但是，这个中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各位请自己去体悟这边就不谈了。然后那一天之后礼拜一中午之后的换药，后学都用手去，确实那个没有像以前这样痛到晕过去，痛到受不了，痛到怎么样生都没有。然后接下来就那一天晚上就顺利过去，就等礼拜二。就礼拜二一大早，医生过来后学的父亲那种乡下庄稼汉，种树的，所以后学父亲看上好像要打人，结果